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朋友，又很欢迎您到台南爱读册的节目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要做的专辑是跟台南的全环境老房子有关系，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古都再生保存文教基金会的严世华严执行长。世华好。主持人好。我们在上一回呢有提到过说，其实在台南我们要做一个整个都市景观，最重要的事实上就是注意到全环境。那当然了，全环境包括人文、包括历史、包括建筑，都给我们其实很好的一个美学的一个全方位的教养。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来到台南，第一个会想象什么呢？来恁台南老厝就这啦就水耶。可是大家讲到这个观点的时候，都提到一件事情说，哪个老房子最值得看呢？4个字：老屋新力。那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古都再生保存文教基金会努力非常多年的结果。您可不可以就老屋新力这个 case 跟我们聊一聊台南老房子呢？老屋新力这样的运动，它其实在我们基金会2008年的时候推动。那其实我们基金会1999成立，其实到2008其实都一直在做调查研究的相关工作。那会开始提老屋新力，其实当初有一个脉络是说，当时好像台南有很多，我们发现很多老房子在拆。那时候好像很多都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就像我们后来遇到登革热。然后就会直接想到说，那个没有人用的那些旧房子会不会是病源？所以就有很多的拆除。那我们那时候在想说，其实老房子是不是只有拆除一途？那所以我们当初记得我们一开始发想的时候叫做老屋选美。就希望说能够在台南找出有好看的房子。那后来我们想着就觉得说，其实老房子它要有意思，其实跟它的使用也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在当时08年的时候，在台南市中心区就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老房子，然后大概找到19间，其实再多好像也没有了。那所以开始了第一次的老屋新力。那在经过我们的一些活动报道之后，开始有酝酿，我们在09年。10年好像在这个城市好像有很多新的老房子在整理。了解。对，然后所以其实当时你们就说老房子选美，选美总是有一个标准啊，你的标准是什么？其实老房子的样态很多有公共的房子，有一般住宅的，那住宅也有日治时期的，有清朝的，也有到战后其实初期还不错的房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选美的其实面向很多。那其实我们大概普遍来讲，老房子跟现在新房子，我们发现很大在美学上的差别是，我们觉得老房子比较素朴一点。虽然说它不是有什么建筑师设计，可是它的材料、色彩、形式都蛮协调的。然后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些工匠技艺在里面。了解。对，所以我们就想说，能不能介绍给大家认识？那当然后来变成老屋新力，我们就再加上有很多很有新的很有对美学敏感的这些屋主们，他的整理其实更让这些原来比较朴素、具有时间感的这种特质，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其实当时我在这个从2008年之后，也参与很多你们的课程。我觉得课程是一个很赞的，是因为它好像替我们打开很多的眼睛，去看这个房子整个结构体上的美感，包括窗花，包括它的工法，包括呢，我觉得有些时候拆下来老房子的屋瓦，那个屋瓦的堆叠的本身，或者是说在这个整个我们讲说屋瓦了，或是壁龛之间，你还看到一种信仰。那我是觉得像这种激励，有些时候你得要把它透过我觉得有意识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美学课程，可以让大家教会了。那所以就因为嘉云过你刚刚讲朴素这2个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繁华落尽见真纯的一个很高的境界。台南老房子看来是朴素，但是事实上它是用了很多很多很美的东西之后，
又非常的谦虚的呈现。我觉得当然这个方式呢，这种情形让我觉得它其实很美了。是。那到了老屋新力之后呢，其实也正好就迎头赶上了我们台南说真的夯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们在做老屋新力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感动。可是也有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迷眩，因为这样缘故，才要把老屋新力4个字变成它是一个有认证的标签感。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执行长，所谓的老屋新力的认证，应该从哪些角度？我觉得比较严肃跟严谨的看它呢？老屋新力，其实我们刻意那个新，我们也讨论很久，不用新旧的新。不用其他新，用那种高兴的那个欣欣向荣的欣，其他蕴含就是有我们经营者的一个态度在里面。对，那我们知道一个老房子要整理维护，其实技术上都做得到。对，那我们也发现，真的有意识的老屋的经营，或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经营，都是跟经营者脱不了关系。是。那我们就当初以老屋新力这个概念来讲，其实就想传达就是。老房子不只是整件利用而已，它其实还包含我们经营者的用心。所以，如果真要严格讲它的差异，说我们跟现在房间、现在所谓老屋热潮、各种各样的老房子的使用，多少会有点差异的话，在于那个人。所以，也有很多朋友说，那个整个老屋的价值在于那个人这个灵魂。所以我讲这个说法也是没有错。那这个也会影响到他在整理老房子的时候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老房子，如果我们是短暂相遇，或许不会太在意它是不是很花心力。可是当我们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经营者在经营的时候，他会花很多你可能看不到的角落，他还是很用心的在经营。那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就好像是一个素养，就是说他很难说一翻两瞪眼就看出，这个老屋心力这个是不是到这个标准或没有。那可是我们如果慢慢去体察，其实可以发现，那所以常常这个问题我们也以前也很难回答说，到底老屋新力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提出他做了很多的辩证，对不对？对。但是事实上我是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是，因为在台南是让风景美丽的因素一定是人嘛，人让风景美丽了。那其实我也蛮喜欢叶大哥，我们今天选这个地点有几个企图，第一个是叶大哥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喝茶，然后或者我们在一起吃点东西的时候，他就说是爱人这会人烧酒来吃物件啉一茶较有趣味啦。那当然这个房子的本身它事实上也从老屋走来，那因为家园故呢，当他进入了18毛以青春节如一辉嘛，那他就把它整个活化起来，所以大家都看到老屋，其实我们更希望很多朋友看到那个欣欣向荣的心的这一部分，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可是我们在做这个老屋新力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认为在这样从2008年我也在做文化活动到现在，说真的我们都已经快到这个红颜已老了。我一直觉得我们遇到很大的冲击是，我在台南爱读册的这个概念里头，常常跟很多人讲说，台南不是一个浮夸的城市。所以当时写《台南过生活》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段说真的蛮低潮的时期，我会感觉到说商业凌驾了一切。台南在这么样很夯的潮流中，那个眼线描得太黑了，腮红了腮得太红了，你感觉到羞花hin掐，你知道吗？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呢，大家只要看到老房子就好像是王道，所以那个老房子改成你自己觉得最吻合商业潮流的这种老房子。我请问一下，这样当时这种潮流有没有打击到你们古都再生保存文教基金会当时成立的理念？其实我们在08年推出老屋新力这样活动，然后在10年又办了第2届，对，然后12年照理讲应该要办第3届，是，可是我们后来就此打住，就是调整它的方式。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这样的问题，对，那事实上也有一些比较年轻人，他也开始开始想到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就是说过度的商业化，或者是不知道方向的，我们就只是追流行的这样的保存。我觉得它是复制了，很像是我们讲西方，不管是阿多诺、布尔迪他们提到，你一直在复制一种文化复制的感觉。那到最后结果，第一个是过度的复制的结果。事实上，我觉得它的同质化会减低的、降低的，甚至于扼杀了这个复制它原来最原始的美感。我觉得第二个很难过的复制是复制不属于台南的老房子的样态，就很可惜。当然，它会
会理所当然去添加，对，或者是想象我们讲，其实有个词很矛盾，就是我们讲怀旧。对，那怀旧这个词听起来蛮直白，就是我们对旧的东西的想象。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在面对老环境，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正向的，就是说他可能会因为怀旧去把东西做旧，或把故意把它对，故意把它那个抛光去掉，做的老的样子，但是有一个老样子的壳，却没有一个灵魂在那里。对，它会不明就里。所以像老房子刚好提到，主持人提到它怎么样选择它的美？其实它的美不是像符号一样一看到就我们认出来，它其实是有很多属于材料或工匠机或那种之前的匠师留下来这种经验传承，然后最后用一种最被筛选过留下来的状态。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说，其实这些老房子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是这样子下来，那我们就会对我们要怎么去维护它，或者我们要怎么在里面添加，就会有比较深刻一点的想法。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当然爱陶瓷看起来就是教你一本书，但是今天谈这个老房子问题，事实上我讲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因为我们每天一定生活在房子里，或是我们每天呢，也许会从 A 到 B 去找到一个，哎呀，这是一个不错的人文景点，或是人家外地人觉得很夯的一个台南老房子，我们怎么告诉他的老房子好在哪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严肃的一个课题，而这课题，但事实上，我觉得对很多台南的朋友来讲，我们可能都还有待于古都再生保存文教基金会呢，给我们更多的提点。所以你们有因应这样子一个主题去办很多比较特别的活动吗？其实我们一直很想做出版，可是还好我们今年才开始很认真在写这个书，目前还接近完成。不过还好，我们回想，好像我们没有在前几年出版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我们在写书的过程，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重新再去想想，然后怎么告诉读者或一般民众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对，那这是当然是一个计划。那另外是我们也办了一些讲座，对，那这个讲座的内容其实我们目前我们叫做老屋生活美学100帖。哦，了解。那我们里面请来都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老屋经营者。那我们很想告诉大家，其实不是告诉你怎么整理老屋，怎么经营老屋，我们只想传达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很多老屋经营者他都有一个很专注的部分，可是那个部分不见得跟老屋有关。了解。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些在老屋里面发生有趣的人事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希望能够有100个这样的分享。那我们目前已经到快20几个了吧，30几个。我觉得我看了这张海报就很开心，也分享给各位朋友。这100帖呢，今天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请叶东台南来18网这边跟我们讲一下理由，因为第一帖就是叶大哥嘛，应该说是在台南的第一帖喽。应该说是，因为我们今年有申请文资学院的经费，所以我们比较可以请。我们觉得想请，可是可能远道而来，那我们就想说，对应远道而来这些人，应该摆出我们台南的最有特色，对，所以就把叶大哥摆在这里。我想这个在地优势一定是要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事实上这些老房子，我看到你那名单上有许多的经营者，他这里也吻合我们台南其实很多店家的精神。台南就是他也不会觉得要多做多花俏的，他就是一个理念在那，理念先行，所以因此呢，他就永远这么样的。一心一意，然后把一个老房子呢处理的其实很有他自己要诠释的一个建筑语言，然后里面卖的东西呢，又他自己其实很有理念的一种商品，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也许跟你互动中，就是用那样的一生一作呢，期待你永远的一期一会，其实真的蛮美好的。所以这未来将会是我们会慢慢进行到，我们祝福你一定要100帖啊，100帖它才是个很大的圆满。而且其实办这样的活动，它有一个很好事，当我们参与活动的这些人，他们事实上是可以借着活动中的一个脚步的追寻，慢慢的去了解我们老屋。比如说，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我参加你们的课程，然后呢，我就记得当时介绍的巴斯，就是英国巴斯这个城市。那当时傅老师介绍的城市让我很大的感动。这个城市可以在一个夏天的季节里头，整个城市所有的窗台，通通都是山色景。这背后要有什么？第一个，城市中对这个城市跟美好的美感的共感。第二个，我觉得自律。
第3个共好，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让整个城市的景观几乎是无可取代。那我们当然，我们台南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努力的空间，可以慢慢做嘛。但是我觉得属于民权路这一条做起来就还不错哈。那前一阵子呢，这个叶大哥跟一群朋友，他们也做了这个景亭夜市啊，把台湾最老的夜市找回来。慢慢这个故事点点滴滴回来，就会有它一个很特殊的感受。可是我在这样每次跟大家在谈到老屋子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很想问我一句话，我也来请教我们执行长。我们有提到一句话叫做修旧如旧，修旧如旧是我们老屋子今天的绝对精神吗？或是修旧如旧的本身，它必须要重新去定义或诠释？是，其实会有这种想法。当然，大家的愿望是说，修完老房子，它的风貌能够看起来像老房子。是。那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想象中老房子是不是就是比较破旧的，会比较多褪色痕迹的？对。那如果我们譬如说修旧房子，有时候它不能跟修旧的文物相比。了解。对。那因为旧房子本身它有一些功能，它有安全的功能，要有使用的功能。对。然后，所以其实，在修老房子的时候，要不要如旧？或许你可以沿用旧的工法。对，可是你沿用旧的工法，你还是新做。了解。比如说我们看到白灰，是它是一个旧的工法，可是你涂完之后的前2年一定是雪白，是。可是时间久，它慢慢又会变黄了。那到了很久，再一阵子，它又会坏掉，所以你要重做。对。所以这种所谓修旧如旧，它可能没办法满足一般人想象，修完之后做旧。我们有看过别的例子，还故意把它做得黄黄的，故意把它先做成旧的。对，或者觉得那个屋瓦太新了。弄点油渍上去，所以结论就是修旧如旧不是一个绝对值，是说房子要修到大家你住在那里的感觉是适合你现在居住的，那才是一个比较重要。其实我去京都了，已经是上百次，我觉得京都很可爱，是外观看起来它保留了一个，我觉得千年古都它的自信风貌，而且我觉得整个城市的绝对。完全不会违和很协和的景观，可里面可是很方便的，没错，甚至于是很时髦的。对呀，没有错。所以我就觉得那种感觉，也许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提到了今天呢，我们知道执行长呢有要介绍我们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我一直提到的《京都》。你谈一谈你当时蛮特别，我用了比较多时间要跟您谈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在老屋的一个概念中，然后大家都想象好多好多的城市哦，那我就发现说，这个京都离我们最近了哈，所以您就推荐了这本《川端康成》。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呀？因为这本书很短，很容易看完。哦，了解，这个很重要哈。它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重要的作品。了解。那不过我推荐这本书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去京都。然后在去京都之前，从来没想象过一个历史环境的保存怎么跟我们当代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在那边也看到很多像锦市场，还有它不是假的，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它是真的。哦，也就是人们还在那边生活着、运作着。到锦市场，你还可以买菜，你可以吃它的藕类，还有它的豆腐，通通都是真的。其实我其实印象最深刻是它那个腌菜排得很漂亮。哦，对，京都的制菜那是照季节的。然后我们去参观它的所谓西政织的那个西政织的会馆，我们不是到会馆，我们知道它的工厂，然后看到它确实是还有在制作。然后店主人来接待我们，了解。其实当然它的风貌就不用讲。那我回国之后就特别去找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就念念不忘，然后就发现有一本书也跟基金会名称也很像，然后叫做古都，对，然后也在描述。那我真的看在阅读的过程发现，其实它就是在非常活生生的描述整个京都的生活，从风景、人物、产业。各种的面向，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所以其实执行长您知道吗？川端康成写古都的时候，他之前1年写了一本，其实在我们文学界来讲，大家觉得非常害怕，或者说你读它的时候必须要很大张力，叫《睡美人》。睡美人的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年纪很老的，然后他去一种俱乐部里面呢，里面会有16、17岁的女生，她也是个裸体，你可以跟她躺在一起去感受一下你衰老的身体，而睡美人她是永远青春的，然后但睡美人醒不过来。其实当时我在看川端康成那一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是因为他仿佛他在那一年中看到生命中必然残败，而残败的身体中我看到的青春，他必然会一直往前去赶。所以呢，那本书出来之后，其实我相信对川端康
章程来讲，文学家是一个很诚实，文学家写出来的文字比历史还要更真实。他可能在告诉我们一种生命中的样态。你看到一个过去的生命，它衰退了，你看那个新生东西要来，这中间该怎么办？结果第2年他是写了《古都》，这《古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书，因为它分成春夏秋冬，去讲一个城市的感觉。所以当你在读它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如果在台南也有春夏秋冬，那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是，当然。因为经主持人这样讲，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几次，一开始读就觉得好像它印证了我在那边看到，就是一种熟悉感。对。可是在阅读的时候，确实是有感觉到，文学家在描述，他有讲到很多东西要消失，然后面对新的，包含电车，包含旧产业。我想，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在面对所有老环境，在面对当代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处境。那我觉得这里面能够被我们也在想，这里面什么东西能够被持续下去，什么东西它可能会有新的可能性。我想这个回到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去思考，其实也许我们基金会在做的这些事情，或许大家就能够更有共鸣或更多的对话一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选这本书它很有意思，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哈，你去看建筑就是硬邦邦的建筑，然后呢你去谈一个政策就是硬邦邦的政策。我一直的感觉是说，其实理念先行嘛，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个理念，如果透过一个文学，或是我觉得它蛮文化的表述呢，把它写出来，事实上，这个对我们未来，不管是我们去看建筑，或是教导孩子去阅读城市的全环境，或是我们去做一个公共政策，它都是会正确的。所以我个人是因为反正读册人啥拢不一样啊，你叫大家来读册啊，大家爱读册啊嘞。可是我读古都是真的很感动，是因为它在这里面分成春夏秋冬，也把属于古都的。您刚在我们上一集中提到的全环境要有历史人文讲进来，所以从历史里面他看到什么？他们京都人会有吉用祭，然后他们会有我们讲说京都的冬天的时候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庆典，他完全都写在里头。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大冲击，也是维续在我们古都再生保存文教基金会进行每个活动中都要去想象到的，就是它其实。你一个文化经过一个世代100年之后，它怎么接下来？没错。那这个，我想20世纪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纪，因为人类所有累积1980年的东西，会在20年中完全翻盘。那未来10年中有的职业，你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呢，有个人在织一条欧比，就是一条的腰带，那个腰带里面是我们讲这个东山魁夷他画的北山山，然后织这个带子呢，很漂亮的。织成的是秀男，故事里面的这个人，他很年轻，可是很年轻的这条腰带代表整个贯穿古都中最后拿出来的一个艺术品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位老先生他有一个让位，那个让位可能就是告诉你说，年轻一代终究要靠古都的养分，他是要站起来的，所以那种感觉。所以呢，也就因为这样缘故呢，我在想，当您在做这个古都再生保存文教基金会的时候，你怎么看我们年轻人来看这个城市？你希望他怎么看我们这个城市？其实基金会一直有一个小刊物叫陆客迷。对。那其实我们当初在编，其实我们那个完全是独立发行，也没有申请钱。那其实我们就是用大家工作伙伴的余暇来编，包含美编早期。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刊物是要给年轻人看的，所以我们字也不大。常常有那个老先生说你这理想谁看不？我讲我给拿笑脸看有点，当然这样讲就比较开玩笑。没有后来其实确实是包含观点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那一份的美编形态就比较年轻人，然后观点上也是用年轻人的方式来看待旧环境，所以包含传统的东西，然后用一种新的观点。那事实上在后面一直到我们推动老屋新力，其实也是这样的贯穿的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也包含说我们在讲全环境里面谈到环境友善，其实也是要对如果一个老的城市怎么对年轻的创业者友善，对年轻的学者友善，然后甚至于像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年轻的公益家有没有可能接续，然后在台南重活，而且花开散叶。因为我觉得台南就是在古都，我们这几年大家一起协力努力的结果，就是有2个很大，一个是美学普遍化。我记得你们办过很多活动，是在每个老房子里头放一样，整座城市都是我的美学馆、美术馆，那感觉是很好嘛，对不对？那我觉得第2个是说，提供更多的可能，让我们世代对话。因为台南毕竟它必须要是一个一直往前走去的一个城市。
次，所以在古都的世代对话，你们邀请更多人，所以你们就会有很多你们的属于出刊物啦，或者是我们讲说你们今天出产出来的文创品，还有你们也提供了一些妈妈们做文创，那个是比较分叉啦，不过其实概念上都一致。我们既然是全环境，其实也希望说对于人的这个价值其实也会有点我们的看法，所以我们在之前劳动部的支持下，我们做了说多元就业。了解。那其实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多元就业的妈妈都找来我们做肢体的训练，让他们讲城市故事。对。那当然后来那个政策，我们随着政策调整，它有一些产业的任务在里面。了解。不过整体来讲，我们觉得在这个城市虽然是一个老城市，我们希望年轻的人，即便是2度就业的妈妈或各种的人，在各种人在这个城市里面都能找到一个他能够参与，能够安身立命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我记得海明威呢，他越过了一个大洋，然后去到了巴黎之后，讲了一句话说：“巴黎是一场美丽的盛宴。”我相信我们今天透过古都再生保存文教基金会，他所创设的这些的讲座或是他的理念，我相信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好、更美的城市。我们台南也会是一场美丽的盛宴。谢谢我们执行长世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与我分享这些。风花树头尾，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